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殷公主，季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啊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！竟然叫侄儿夫君。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，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怎么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！公主闪开！公主，怎么回事？拜！再拜！三拜！贱人！干嘛呀？贱人！放肆！芈茵，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芈茵做主。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黄歇到底去哪里了？黄歇是在与芈茵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黄歇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。黄歇走了，去追那黄歇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黄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黄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
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秦国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。母后，今日是淑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因哭闹较场，母后又要扣下淑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淑儿，月妹妹不走，淑儿也不走。淑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黄歇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以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印许给黄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微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淑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后，母后姐请放心，淑儿到了秦国会擅自珍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淑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狄公主出嫁，你在这儿哭闹，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拉下去！为何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？记得添衣裳，千万别受冻。放心，你和冉帝路上要保重。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微后那里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久等了，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
起来吧。保重，保重。走吧。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嗯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。我这心里乱乱的，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
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，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老伯，老伯，老伯！
就大胆狂徒，慢！踏进去，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林公主，2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，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我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
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，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公主，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之徒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月是故乡明。
主，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吃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误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，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嫁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一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半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们楚国王宫，身边也不是我们楚国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难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损伤了无人可抵偿。出嫁前只知道这一路曲折遥远，谁料会如此艰辛。还有那个蒙敖将军，更是可恶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中。蒙敖将军是粗人，行武严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难处。再有难处，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后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国，她如此叫嚣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过2日就到武关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风凄凉，稍一露头，身上嘴里全是沙子。这一路上，连个驿站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帐篷。你问问公主，入秦的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没梳洗了？那段时间坐船，我以为会是最难熬，如今想来，就如同仙宫一样。既然出嫁没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往后就好了。如何之好？熬不过眼前，又哪来的往后？我真是想家。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这般周折，真是让人……姐姐是想说，真有些后悔出嫁了吗？什么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与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来的心上人啊？进入秦国这些日子，
姐姐可听说过秦国4塞？武关、函谷关、萧关、大散关。武关城是秦楚边塞第1城，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关，进入大楚去向姐姐求亲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亲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关就有驿站，站站相连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阳。到那时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调理身体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关，对吧？当然。说来也是，这么多的车马兵卒，都是因我而来。我要是打不起精神，不是更连累了大家？好了，把水和食物给我一些吧。姐姐，来，姐姐。姐姐，想来我也真是佩服你，这粗粝的糕点如同嚼蜡，你是怎么咽得下去的？姐姐是从小没有尝过饿肚子的滋味，其实有东西吃，比饿着要舒服多了。真的吗？舒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天生就不该受苦的。像这种吃食也能将就下去的人，是自降身份，自轻自贱。姑姑若是觉得只有饿肚子才能保住大楚脸面，那你就饿着好了。但不该劝姐姐也挨饿。路上行程艰难，需要体力，不吃哪来的力气车马劳顿？别争了，我倒是真有些饿了。我再吃几口吧。武关城到了。总算到武关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蒙将军，我刚才清点了一下人数，你看对不对啊？贵女4位，女御10位，家眷6人，奴仆7人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对不对？对。行了，这些人入住驿馆，剩下的人住在驿馆外。好，舒公主，请跟我来。一个小吏竟敢对将军如此大声言辞，可见其人尊卑不分，粗鄙之地，教化世人。商君之法，在秦国的边城都能执行得如此严厉，连蒙敖这种桀骜不驯的人都要恪守屈从，可见秦国纪律严明。剩下的人跟我来。女一志，姐姐怎么样了？此刻大家都是一样的，
无非是几日水米不曾下肚，吃的没有吐的多。若能喝上几日米汤调理肠胃，再吃些肉糜补益身体即可。只是淑公主正在发烧，若医治不好，便会转成重症或危及性命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先为公主行针砭之术，再开个方子，连吃5日，或可缓解。珍珠，一会儿拿着药方速去开药，尽快回来。是。珍珠，公主，药可买到了？没有，奴婢出门走了好久才看见一家药铺。我把方子给那里的旗人看，他们翻来覆去，根本看不懂。我再跟他们多说，干脆不理我。奴婢该死，误了淑公主的汤药。怎么会这样？笨死的贱婢，给公主抓个药都办不成。哎呀，我竟然忘了，这10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俗的，这到了秦国，自然是用秦国文字。他们一定是因为看不懂女医制的方子，所以不肯理会咱们。玳瑁姑姑，咱们这些随驾的臣仆中，有哪个会秦国文字？他们都是打理内政的内小臣，哪里懂得列国文字？再说，我们楚国也算得上天下第1大国，怎的秦国人不学我楚国文字，反而要我楚国人懂得秦国文字呢？我去找蒙骜。蒙某是甲士，负责护送楚国公主到我大秦国都，遵行的是保护职责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自然是由贵国公主自己做主。再说蒙某又不是什么臣仆之辈，这种杂役小事，请公主自便。我并非是打算劳驾将军，我只求你派给我一个懂楚文的秦兵，去药铺抓药罢了。你们楚国的贵人，自然是经常把楚国的士卒当成下人。可我们大秦的士卒，岂会充当此等杂役的角色？那你帮我找一个懂楚文的秦人，随便什么人。没有。你们楚国那些鸟文，除了专职外务的臣子们之外，没人能懂。你要买药，让你们楚人去买，别在这烦我。你这个人，情理不通。你出了驿站上大街，往前走，再往北拐，那边有一个雍氏药铺。那铺主是武关城内最有学问的人，你可以找他试试。要是他也不知道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多谢。月公主穿婚装出行不太合适吧？敢问先生，此处可是雍氏药铺？正是正是，老朽便是这雍氏药铺的掌柜。先生，可识得上面的字？识得识得。请先生按方抓药。好好好。麻黄、桂枝、生姜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药方哪里来的？怎么了？你这药方用量有差错，我不能给你抓这个药。哎，我这药方是女医开的，医术高明，不会有误。我就不够高明吗？啊，我说不对就不对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这是救命的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药不救命啊？你这药方用量有差错，你这是害人。你快走吧，找开方的人再问一问。啊，公子。在下雍瑞，雍氏药铺的主人，敢问何事惹得贵人烦恼？听说先生见闻广博，无所不知，这是我的药方，劳烦您看看，为何你家掌柜硬说这用量有误？这药方上写的是鸟传，贵人可是来自楚国？正是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不肯接我的药方。贵人可知，这秦楚两地虽然接壤，但不仅文字各异，就连这度量之衡器也是不同。
我这老仆虽然识得药方上的药名，但因为分量上与我们的灌肠有差异，怕是搞错误人性命，所以不敢接此药方。原来如此。好在昔年本人也曾游学楚国，对楚国的鸟传略知一二，知道楚国的计量方法与秦国的不同。这药就由我来抓吧。有劳先生了。您的药包好了。多谢先生。那我这楚国的钱在秦国是不是也不能用啊？也不是不能用，一般来说就是称重。不管什么钱币，大致分量都差不多。我看你初到秦地，若是要多待几日的话，定是要去兑换钱币的。那我找何人可以兑换钱币？此城的银号也是本人所开，我这里还有一些元钱可以兑换给贵人，免得来去麻烦。多谢先生。今日若非先生相助，这药就抓不成了。大恩不言谢，若日后有机会，定当报答。举手之劳，人皆可为，岂敢当一声恩与谢？在下今日也不过是凑巧到此，能为贵人效劳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先生姓雍，这一路往南下去是上庸，莫非您是庸国后人？庸国处于秦楚夹缝之间，早已亡国，国土被秦楚瓜分。如今的雍氏不过是秦国的附庸之臣而已。原来先生也是位公子，失礼了。你还是称我为先生吧。大征之时，故国早亡，不如忘却吧。贵人当知，如今的秦国信奉的是商君之法，周天子之旧俗，分封领主之权早已名存实亡。难得商君人亡政不息，秦人守法之严令人叹服。人心皆爱自由，谁愿意被拘束着？秦人守法，也不过是因为商君之法苛刻严酷，所以虽然商君身死，秦人仍感觉压抑，致使不安分者、从军者甚多。这是为何？当军事，军令之下比勇气，比胆量，比杀人。秦人军功之上高于列国数倍，所以秦人与列国征战，排除将帅的能力之外，秦人往往可以战胜数倍于己的他国军队。秦人可畏啊！听说妹妹出门去了，还以为你我就此难见了。姐姐何出此言？因为你我身在他乡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若是走丢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姐姐多虑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说丢就能丢。只是太辛苦你了。只要姐姐的身子能好起来，我做什么都不辛苦。你越是公主的陪嫁应试，替公主奔波劳累是分内之事。再说，她身体强壮，做惯了粗事差事。玳瑁姑姑此话不对，月儿久病，身体尚未痊愈，就与你我一同素风参与，艰辛无比，何来的强壮二字？再说月儿本是楚国公主，为何她就该做粗使差事？从今以后，我和月儿只有姐妹，没有尊卑。玳瑁姑姑要再出此言，不要怪我迁怒于你。是。
你总算回来了。刚才来了一个总角小儿，拿了竹简给你，要你仔细看了。近日有时3刻去见他。见谁？他说你该知道的。那小儿呢？传完了话就走了。我追着问他到哪儿见，他一边跑又一边摇头的。皎皎黄鸟止于极，谁从穆公子车燕西？我猜想该是黄公子派来的人，但没头没脑的几句话，什么也没说呀。这个人到哪儿去见他呀？他说了。是吗？姑姑放心，我去见他就是了。月儿，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我怕我让别人传话说的含糊，万一你要是没听懂，可麻烦了。哪里含糊了？你明明交代的清清楚楚。皎皎黄鸟止于极，极枣树，有时3刻，在大枣树下见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棵枣树呢？你既然约在傍晚时分，定不会让我孤身往远处去。我向驿馆的杂役打听了这附近最大的枣树，自然就找到这儿了。傻笑什么呀？天结地灵，我黄仙能遇到如此聪慧的女子，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你死里逃生，还这般有嘴。你的手好冷啊。我不冷。不冷也披上。迎亲的人马刚刚到武关，他们定要休整几日。既然奎国和小冉也出来了，正好咱们一起走。我住的客栈就在那条街，我已经和客栈老板订好了马车。3日后同一时间，我在我住的客栈等你们。姑姑啊，姑姑这几日辛苦了，你回去歇一会儿。锅里的东西我替你看着。这个不行。为何不行？这是为舒公主熬的肉糜，一夜不可熄火的。我心里有数，我在这值夜盯着柴火，你呢回去睡2、3个时辰再过来，绝不会误事。这，你只管放心吧，我会仔细看着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们在这武关城内已经滞留了5日，大秦军法严谨，按期不到一律处斩。月公主，近日末将在此，请舒公主2日后务必上路，
将军可知，公主病得不轻，你若逼着她2日后上路，那便是要了她的性命。吉期不能耽误，2日后无论生死都要启程。舒公主若是走不了，末将就是派人抬，也要把公主抬上车。你们为何不派快马给秦王报信，告诉他人命关天，务必更改吉期？若要硬抬舒公主上路，你先杀了我好了。你2日就是2日，2日后你们若不走，我自己回咸阳向大王请罪。至于你们的安全，恕不负责。一入秦国，处处凶险。舒姐姐疲惫辛劳，病倒是意料之中，可病成如此模样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其实，我也一直嘀咕。虽说舒公主身子娇贵，水土不服，但大家同样疲惫。到了驿馆歇息了几日，人人见好，只有公主的身子，让女医治调理后日日见坏。方子是女医治开的，药是月公主抓的。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文章，请月公主明察。舒公主的脉象起伏不定，的确诡异。可这2日，公主病势转沉后，她入口的每道菜、每口汤都由专人看守着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呀。此刻还不是乱疑心人的时候。既然姐姐所有的饮食汤药都由自己人从头到尾料理，那再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可能会让人做了手脚？除了头2日外，之后的这3天，我们都是自己打水、自己买菜、自己烧火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每副汤药熬好后，我也对药渣都查看过。那不该再有什么差池了。月妹妹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净瞎说，你就是水土不服，调养几日就会好起来的。我自己的身子，我心里清楚，我从没有这么难受过。我怕是到不了咸阳了。别瞎说，吃了药就会好起来的。是我让他出去的。我有话跟你说，妹妹这一路跟着我，吃了好多苦，眼下已经到了5关了，你快走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姐姐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不用瞒我，其实那日听说公子谢逃婚，我看你笃定有数的样子，我心里隐隐约约就猜到了。起先你不愿意与我一同出嫁，后又自请陪嫁秦国，定是事出有因，对吗？你不用说是或是不是，
那日你出去给我买药，我心里就暗暗盼着你别回来了。你在楚宫里吃尽了苦，我原想为你做的就是能帮你逃离苦海。如若妹妹真的有个好去处，姐姐也替你高兴。姐姐别说了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为我操心，这是何苦？你好好喝下药，身子自然会好起来的。玉儿，姐姐，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？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就这2个包袱。有时正是一管用膳的时候，四处乱糟糟的，我们分头出去，应该不会有人注目。姑姑，我有话要同你们商量。月儿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快进来。月儿，坐。子歇，我恐怕不能马上与你走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舒姐姐病情凶险，我若甩手走了，她定是凶多吉少。姐姐眼下身边最需要亲人照顾，我想，我应当守在她身边，把她送到咸阳。月儿下肝义胆，你的心思子歇明了，只是怕耽搁的时日太多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风险太大。芒敖将军坚持2日后启程，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等把舒姐姐送到咸阳，月儿就可同魁姑、同小冉与你远走高飞了。既然月儿的心意已定，我依你就是。将来咱们一起到了咸阳，再做长远打算吧。天色已晚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这一分手，不知又是多少千山万水。多少千山万水，子歇都和月儿一起。月儿愿意做子歇的妻子。子歇知道。月儿愿意这一刻就做子歇的妻子。月儿不可，月儿万万不可。子歇视月儿为珍宝，你我只有行过6礼，明媒正娶后，才可结为夫妻。子歇愿意等到迎你入洞房的那一天，那一刻。
君是真君子。这香囊本来就是为你做的，一直不得功夫给你，望你带在身边，看到它就像看到月儿似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在烧什么？来人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跑！站住！抓到没有？天打黑，给他跑了。但他也没占着便宜，我在他手上狠狠咬了一口。女医治，这是什么草药？麻黄。我给舒公主开的方子里就有这麻黄。麻黄虽能解除舒公主的寒症，可若过量，必会引起失眠、头疼、心悸。公主现在就有这些症状。该死！我每日检查药渣，只是留意会不会有人放入其他的药物，却没有发现用量变了。若将这草药成倍地加入汤药和粥食里，必然会积水成渊。舒公主身体本来就虚弱，这麻黄让她昼夜不能安睡，不思饮食。假若长此以往，只怕再过些日子，公主不是发狂，就是油尽灯枯而死啊！是谁这么处心积虑？这方巾不像是寻常人家用的东西，倒像是宫里头的。不用说了，定是秦宫里的人想要害公主。这舒姐姐是秦王迎娶的新王后，人还未到咸阳，怎么就与人结仇了？奴婢猜测，幕后指使之人会不会是秦国的魏夫人？魏夫人？魏夫人是谁？魏后跟奴婢说过，秦国的魏夫人是秦王前王后的妹妹。这些年来，宫中事务由她执掌，她的独子公子华，也是众人眼中未来的太子。秦王迎娶姐姐，难道碍了魏夫人什么事？若真是那魏夫人，她可太狠毒了。姐姐，快躺下，躺下。她从未见过我的面，却想要了我的命。只可惜，我们没有抓到那雏鸟，不然到了咸阳，人证物证俱全，
姐姐便可向秦王据理力争，拿他们问罪。可我们没抓着那个厨娘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那边并不摸我们的底，恐怕还不至于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有月儿陪我就好了。是。妹妹，我此时此刻才知道，出嫁为人妇，进入秦宫，竟是刀山火海。我前几日跟你说的那番话，并非混热之言。一来，我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身边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。二来，我也知道妹妹的难处，你我姐妹一场，说不定到最后连个辞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更何况今日之事，更是让我心灰意冷。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你跟着我，只会继续吃苦。姐姐莫把前程看得太淡了。这次害你之人能得手，只愿他们精心策划，而我们毫无防备，加之秦王远在咸阳，鞭长莫及。等姐姐安全进了秦宫，有秦王的庇护，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。只怕你要不在我身边，我恐怕自己会少了许多主见。姐姐吉人天相，妹妹若不能日日守在姐姐的身旁，也会时时都为姐姐祈福的。果然比颠簸在荒郊野岭之上要好了许多。这条官道叫武官道，一路经商县、蓝田，直到咸阳，大小城池都很繁华。小冉不想去商县、蓝田，那你想去哪儿？小冉想去赵国、齐国，去看邯郸到底有多繁华，去看邯郸的人到底有多优雅。怎么会让那燕国人一心模仿，连自己应该怎么走路都忘了？我还想去看传说中的稷下学宫，去登泰山。孔子说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哎，去燕国，去燕国也可以。听说燕国那边冷得能冻掉鼻子，会不会大冬天满街上的人都没有鼻子？好，葵姑跟你一块儿去，咱们去邯郸看美服，去临淄尝美食，再去燕国看那些没有鼻子的人。好。我今日觉得好多了，就是身子还有些酸痛。我看公主的气色虽然不比在咱们楚宫的时候，但比刚入秦时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还得好好养一阵子才能真好。